高班呢嘅千四啊，準備7大熱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加州熱浪快，中間黃金大亨快，藍衫天星埋邊呢仲有超勁，第7位外邊啊飛馳九州，中間一世美麗啊，後邊5匹馬佛亮老窩加州熱浪大文豪啊，尾二灰馬宜昌光輝啦，咁啊暫時殿後係川河稅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黃金大亨仲係佔先嘅，天星就響中檔啦，外邊有超勁赤兔啊，大白鼻梁埋邊第4位啊，就係呢隻櫻花酒杯啊，外邊追嘅馬呢，仲有維港激流啦，中檔位置一世美麗靈燈呢亦都衝緊㗎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係超勁赤兔喎，中間位置有天星啊，埋邊櫻花酒杯追緊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靈燈啦，出邊上嚟嘅馬仲係隻一世美麗啊，最後100零米超勁赤兔呢就拋離群區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中間係靈燈，外邊一世美麗，入邊跑第4名呢，似乎係嗰隻櫻花酒杯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超勁赤兔咁啊，真係換咗手呢，有啲新鮮感喎。結果將後邊嘅對手掟甩野馬，靈燈第2，一世美麗第3，第4名埋邊係櫻花酒杯啊。潘明輝尾場食個尾糊，超勁赤兔跑第2名就靈燈，咁啊一